由昆山科技大学创意媒体学院公共关系甲广告系副教授庄月峰，本身嘛是该校国际学院的院长，日前透过中嘉宽屏的邀请，教导长辈来认识媒体的时读。只是这个读语，曾教授甲伊改做毒品的毒。教授认为，真侪所谓的健康食品，长辈拢是对广告的消息来知影，因此如何判别真假就真重要。我今天主要讲的是所谓的媒体是毒，那这个毒呢是毒品的毒，那也特别就是要让长辈们他们知道说，我们每天呢在饮食方面或是所谓的食品、食物、药品，他们能够去从媒体的讯息里面去得知哪一个是正确的，是可以被食用的，而不是受到这些广告讯息的影响而这个乱吃药，或是乱吃一些所谓广告所这个夸大不实，或是有点隐瞒事实的一些食物。那这些都是从媒体里面去得知的讯息，希望透过这个课程呢，让我们的长辈他们知道说哪一些讯息是可以去理解的，哪一些事实必须被判断，然后放到自己的身体里面。这个比这个所谓的诈欺骗钱还更严重，因为它会影响到你的健康，会影响到你的性命。所以希望透过这个课程呢，让长辈们更能够去做媒体识读这件事情。中嘉宽屏三观龙相主称，今年结合台南市志愿服务推广中心，举办一系列的媒体视读，甲伫轰炸的课程，目的希望培养一支高龄的志工队，发挥长者在地经验，甲伫生活的智慧，希望会用个协助社区来提升媒体的素养，甲伫辨识真假消息的能力。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。